係8年前㗎啦。以前用鹹水草紮咁一路都擺咗喺度，都冇喐過。都識得嘆氣。我屋入面嘅阿媽林山仔陣痛嗰陣，呢張床咧就係我爸爸瞓㗎嘛，仲識得陪佢陣。人類啊，你哋睇唔到呢啲嘢咩？就得我一個跟我爸爸一路追埋。我哋以前就最先嗰間寮屋，我出世咧就喺鯉魚3家村。咁嗰度咧就係我爸爸嗰陣時開間叫做士多嚟嘅，嗰間士多咁啊前鋪就後居嘅，跟住喺嗰度住咗都有一段時間，政府又不斷嚟清拆。咁啊，到最後咧，寮仔部啊，即係執法人員咧，就了解咗個情況，都好同情我哋，咁叫我哋咧，不如搬上嚟呢個而家現時呢間寮屋嘅位置咧，喺呢度搭啦。不，因為咧冇咁礙眼。記得第一次進入人類嘅家庭裏面，做木工嘅，就算喺大陸嘅時候都係做木工嘅。基本上人哋普通人咧冇可能做得到嘅，會諗辦法點樣做。呢間屋咧，佢係同我出2人搭嘅，成間咁大間都係佢2人搭。佢可以將間屋成間屋咧坐落嚟之後咧，佢可以咧積翻起間屋升翻高，成間屋升高。記得第一次進入人類嘅家庭裏面，我仲記得屋裏面一家大細進入我心裏面居住的時候，我就為各人承擔起保護佢哋嘅責任。我見到人類嘅大相以為人的時候，而我身體裏面都一樣懷孕。不過小 B B 意志大量的白蟻進入我體內，查緊我嘅身體。打風咧，通常嗰啲寮屋嘅屋頂好多咧，好多都俾扯走咗㗎，吹走晒㗎，吹爛晒㗎。因為嗰陣時嗰個年代咧，個個都好窮㗎嘛，走難落嚟㗎嘛，嗰啲建築材料咧其實就係好稀薄、好單薄嘅嘢嚟嘅，啲物料。所以變咗咧，就一打大風咧，就好多呢間屋咧就會爛啊、損毀啊咁樣嘅。最常見就係成個屋頂扯走㗎啦。過去幾十年，颱風將我身上嘅鐵皮、木板一塊一塊被撕去。屋企小朋友呢個世界就好公平，互抱擁抱你住呢條屋可能會受又係咁流水，打風落雨，個個驚到有得震冇得瞓。但係你亦都方便咗，你唔會影響到其他人。你住樓係比較實淨、堅固，係嘛？唔會令到你有嗰啲打風落雨嘅危險。但係你亦都要去你嘅行為會受到嘅限制，即係要守翻嗰度嘅規矩。所以呢個世界係公平嘅，係公平嘅。都係靠我哋用所有嘅精力維護住整間屋，保護住屋裏面所有人。你哋呢班人類現在就貪心忘舊，就將我哋淘汰，令到我哋不能夠重見天日。唔緊要，過橋抽板就係人類嘅慣性。不過記得查我嘅時候，